長發緊惡夢。發了工也極窮，唔係話我家陣直頭窮到就快窿。畫個冇用，俾我錢先最有用。那老細賺你錢，咪扮龍。講就講理想，講就講前途，人工得2000，點樣捱得到？捱到背脊痛，捱到眼有夢。老細話大餅後度鐵花龍鳳，出糧又要拖扣錢，又要拖返工，好似捱苦，日日受折磨。你仔呀，起個必唱出打工苦，即刻出糧俾我先至係正路。成長中，誰亦奮身打過工，犧牲嘅工作計誰咁多，認真太陰功啊！人一輩子，難道發跡揾阿姨？當初講過幾多個理想都交返俾老師，日做夜做腰酸背痛，好驚會出事。加班幾點艱辛，結果工資得2000，每次到發薪都扣欠，拖咗個幾月，還聽見老細點講我工資出太多，像發緊惡夢，返了工也極窮，唔係啩？我家陣直頭窮到就快窿，畫個餅冇用，俾我錢先最有用，嗱老細快俾錢，再俾錢，揸個檸檬加利是，像發緊惡夢，返了工也極窮，唔係啩？我家陣直頭窮到快窿，畫個餅冇用，俾我錢先最有用，嗱老細快俾錢。講就講理想，講就講前途，人工得2000，點樣捱得到？捱到背脊痛，捱到眼有夢。老細話大餅後度鐵花龍鳳，出糧又要拖扣錢，又要拖返工，好似捱苦，日日受折磨。啲仔呀，起個必唱出打工苦，即刻出糧俾我先至係正路。